为到本国口出版嘅抗议词典，就得有更丰富完整嘅内容。呢条行程打在礼拜3日，无论北风落雨，天气讨论校正客家诗词。共产组对民国75年开始编客家词典了后，为到天热调查，并起动到了日，开始推广客家语言嘅路。虽然系动到困难，不过相当快乐。过年来读嘅汉诗，夹个音呢，同人嘅客家音呢。比較起來，當到無相同嘅、無同樣嘅，客家有客家較特殊嘅使用嘅音，關於嘅部分呢就冇。按呢情形，到家用嘅漢詩嘅時間就會讀到困難。對一方面下當到功夫，一般嘅客家方言嚟講，當初當態，對客家嘅嚟講係冇必要。為了本祖先嘅話，就得流暢下口。除了讓客家詩創作穩重，共產組漢客老成員嘅時代，今日度嘅客家人生法融入創作度，唔但將本有共同經驗嘅人有共融嘅感覺，漢客希望本後生人了解早期生法。客人千會做一個鹹淡，洗蘿蔔乾啊，洗鹹菜乾啊，亦係洗一個菜乾，全部。像過去係有人講竹香茅啊，亦係講開小火炭啊，一度按你客人以為做一些，係咪？將佢嘅經過嘅情形，盡量低嘅拿嚟介紹出來。按多年來，無論南北，對各種客家語言推廣事務上，天促讓得到共產組嘅人，對客語認真推動，編寫客語教材方面當榮幸。推日不休嘅共產組，日鋪雜誌嘅推廣學校老社區模擬教育，使為到本客語就得永久流傳。客家新聞，楊瑞諾、唐面鳳、莊明亨、苗栗報道。